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10年前，由交通大学吴宗宪教授所带领的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成功来发射到大型混合式的探空火箭。这阵老师甲学生渐渐坚持，一直咧精进研究。这10年来，佮完成24架的火箭的试射，嘛来完成到300架以上的引引推力正气的测验。这个研发的效率伫世界排头顶。今年已经加来挑战到艰难的任务，要来做出到全台湾第一支的卫雷车载具火箭。这阵台湾的科学家希望会当证明，咱的国家有上界高端的科技，有研发甲整合系统的能力。继续就来看因勇敢做梦、实现梦想的故事。交大吴宗授团队研发蔗糖热能动力混合式火箭，前年已经在新竹香山试射成功。一个是探空火箭大概在4月中到4月底会发射到20公里。这学生做的一些技术都可以直接应用到上面去。2008年，高台、新台、北科台、滨科台4间学校50个老师和学生启动火箭的实验计划，成功伫2019年将混合式燃料火箭送去天顶，迄是火箭阿伯吴宗宪挑战梦想的第一步。你看得出来，就是不管老啊少，其实台湾对这个太空这个梦想，其实。伫囡仔到老伙中年，其实足侪人有这个梦想但是因为伊为着要生存嘛，无可能大家拢重视这，所以这嘛是一个做好的太空科技的教育个等于阮咧替因有可能阮替因完成因的太空梦。56岁交通大学教授吴宗宪，人拢叫伊火箭阿伯。当初对课程开始，引起着学生的热情，因的火箭梦愈来愈大。2012年，台湾一批高人成立 ARC 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投入更较侪长期火箭的研发制作，希望讲互台湾家己做的火箭飞向宇宙。为了知影 MIT 火箭的秘密，采访小组特别入去高台校园，去看因的基地。没有程序不是这样，你要让受众非常清楚，因为我问他，他完全不知道，这不行。硬体是他负责的，不管，这个程序是不对的。采访还未开始，就感受到吴宗宪对团队要求的标准加悬，伊对程序嘛是共款做定真的过密过角。但是若是讲到伊上来火箭的计划，伊都有笑容啊。一般他们在操作你算是什么样的角色？我没有角色。因为我出去然后通常因食物在这个，我不会在这边的，比较较重要，我才出现。那我操作还得了？这怎么做？火箭很复杂嘞。你如果以前有够老师一加入参与制作，然后那个火箭就飞不起来。这我别讲，这不要我讲，这胡说八道。ARC 太空梦一直拍拼到今嘛，如今的研究中心加入更较侪学校系所的成员和工程师，团队经过10天，已经完成24摆火箭的试射，300摆以上引引推力的正气的实验，效率排世界前几名。2020，阁有更较大的挑战。5年前那个引擎是没有办法控制方向没有办法做向量推力控制，也没有办法做节流，没有办法做推力大小，也没有办法说关掉再重开，完全不一样等级对，等级不一样。以前我们在发射比较接近冲天炮式，这个是有控制的。累积的经验和技术继续咧进步，升级版的 HTTP3A 火箭是全台湾第一支铝卫星载具的火箭，会当控制火箭入去轨道的速度和方向。目标是2021年7月，会当向顶悬直直发射100公里，到地球大气站上外围的卡门线，完成入轨进程的验证。但是测试一摆搁一摆失败，嘛考验团队的决心和耐力。确认火箭上架完成，且火箭脚架稳固。好，那卫星确认所有管路已连接 ，HP pump 遥控电路架设完成。开启倒数，15、14、13、12、11、9、8。
难形容，很沉重的那种感觉，就是。哇，怎么会这样？就是明明地面上已经做过这么多测试了，可是怎么还是失败了？就是你真的会体会到那种，就是你就算地上做了1万次测试，但是飞上去的那一瞬间，就还是会有那个可能性在那里。对，没有100%的成功这样。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射很多都是火箭嘛，其中也碰过好几次发射失败啊，要不然就是测试失败，可能爆炸干嘛的。那我那个爆炸时候就真的是整个就仰天长叹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研发有个时程上的考量嘛，那如果失败的话，势必就是要重新来过。那克服？怎么克服？好多次了，已经数不清了。克服就也只能继续做下去啊。每一摆失败拢是成功的练习。虽然讲一路真超切，做侪朋友话嘛是拍死无走。学校毕业了后，放弃业界高薪，变成是ARC工程师。团队内底辈分上悬的就是周祖豪，伊是吴宗宪指导的第一个朴树生。为零开始到亲目睭看到梦想成空。是大4的时候，就是老师他开了一门那个火箭专题的课。主要那是起点，一切都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主要是可以在那个混合火箭的领域里面，对，留下非常多是比较前端的一些研发成果这样子。对，因为混合式火箭在世界上，研发的那个团队并不是很多啦，相较其他的火箭类型比起来的话，对，然后我们的团队在这一块领域是还算蛮前面的。那铺开人就绝对注意啊！就讲只要再过2个礼拜，真正铺伫空中2、3公尺，20-30秒，这个全世界这种 engine， 这混合式火箭 hybrid rocket 全世界第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的。2020年8月份，第5摆自动控制浮悬飞行的测试挑战成功。ARC 变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混合式火箭到这个阶段测试的团队，因一步一步完成梦想，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过程当中欠经费，唔那是发动网络的集资，连产业界拢人来斗3工。没有个张力控制器，就是它绕的时候要有一个张力哈，这样绕起来。像整个火箭有要绕1个礼拜。立陶宛的科技材料厂主要是替 ARC 制作燃料气盘，是火箭团队强更有力的靠山。更加重要的是讲，因抬头看天顶，迄个信念是同款的。在我们这一行哦，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梦想啦哦，因为我们学力学的人嘛，那。力学上，在目前为止最大的极致表现就上月球了，哦，就上到火星去了。所以我们学的都是这些东西，但是在台湾很可惜没有机会应用。但是能够做这个对造福人类有用的，我们认为是更好啊。所以那时候想说，哎，可以的话当然很好啊，我们一起来把它做起来。但是我们知道挑战是很多的啦。不管是耐烧的材料，或者是氧化剂，一支火箭拆开来有超过1万种的零件，包括做侪无同款领域的专业，但是想要上界热度的董事团，离台湾拢找得到。吴老师真的自己做一个 NASA， 你知道吗？你会帮他忙，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来做的，他是为了台湾的一个理想，他们这里可以帮台湾做事。所以他就这么讲啊，他每次去找人，到最后哦，他不仅都不需要钱，人家都来赞助他。事实上，我们也真的，他这个精神是我们是很佩服的、啊。这个过程是足好的一种精神的享受啦。我其实享受这个过程嘿，因为我足侪人但有这但有迄个，然后伊完全无输，来斗3工，足主动来遮来斗3工，所以这个过程你感觉台湾足细，北岛足大，伊的文化意涵不遮丰富。我上这是提供俾互阮这群人。的任务，互阮去甲社会 engage， 才知影哦，我是100%知影台湾的工业的圈
伊这个产业链是有法度 support 这个火箭甲卫星的产业，这是100%无问题。做侪人都有离开地面，飞去天顶的梦想，但是ARK这阵老师学生和工程师，因毋那是敢做梦，而且勇敢去挑战，应用热情和梦想做火疗，踏出生路向前行，为台湾太空的产业开创新局。期待有一天会当向银河系外缘出发，完成更较大的梦想。